今日帶大家用高 Ultra 去影布拉格最 iconic 嗰幾個景點：查理大橋、火藥塔、天文鐘同埋哈維爾市集，分享真實體驗，有讚有彈。睇完之後就可以判斷佢係咪你部旅行相機。晨早行去查理大橋。好，第一站我哋嚟到查理大橋 Charles Bridge。而家係朝頭早8點都未夠啊，點解要咁早呢？第一，當然係想避開旅行團嘅人潮啦。想影張相冇路人甲、月餅入鏡嘅話，早起係必須嘅。第二就係為咗個光，你可以見到高 Ultra 喺呢種斜陽、光線柔和嘅環境之下拍出嚟嘅畫面色彩係最靚、最 warm 嘅。講下個防震先，雖然而家高 Ultra 嘅 Flow Stage 防震已經做得幾好，但大家要留意一點，就係當你用 2X 邊行邊轉身即係 pan 鏡嗰陣，佢個水平未必會好似360相機或者用 Insta 360 Flow 加電話咁樣 lock 得咁死咁完美。有時個 horizon 係會有啲飄，冇咁 level 嘅。至於行路嗰種步伐帶來嘅上下挫，即係 Z-axis 嘅喐動，其實係防震嘅物理限制嚟嘅，消除唔到嘅。不過如果你同 iPhone 純手持比，高 Ultra 依然係穩定好多。如果你對畫面嘅要求唔係電影級，純粹係做下個人 vlog 嘅話呢，其實絕對夠用。只係有一點要注意，因為朝早太陽低，自拍嗰陣相機個影比較容易投射咗落自己個身度，大家取景嗰陣要避一避啦。講翻少少歷史，呢條橋成600幾年歷史，橋上面有30座石像，最出名就係呢個聖約翰。你見到個底座俾人摸到金晒色，傳說話摸下銅塊會帶嚟好運，或者保佑你再次翻嚟布拉格啦。呢度就要講下高 Ultra 一個缺點，雖然佢個鏡頭夠廣角，但我用緊呢支原廠嘅迷你3腳架自拍棍2.0，雖然佢好細好方便，但缺點係身長嘅長度真係唔夠。如果你想影半身連埋後面個景，相機擺到最後都係好難影得靚嘅。360相機就再歪啲，呢個問題就少啲。用高 Ultra 想要好嘅自拍 vlog 角度，可能真係要配翻支長少少嘅棍先得啊。行到橋尾近皇宮呢邊有個橋塔，配合埋附近嘅地方，嗰種古城味道真係出晒嚟啊！搭電車去火藥塔，離開大橋，我哋搭布拉格最出名嘅電車去下一個景點。喺呢度就要大讚高 Ultra 嘅殺手鐧磁石吊墜。你將相機掛喺心口，嗰種第一身視覺嘅臨場感極高啊！老實講，呢個係最大原因點解我去旅行肯放低部電話轉用高 Ultra 嘅原因，因為你可以騰空雙手專心去享受個旅程咯。不過咁，布拉格電車玻璃真係幾污糟下，影出嚟唔係咁靚啊！所以落咗車，趁條街冇乜人，我就即刻補翻幾個 shot， 用高 Ultra 嘅廣角將架電車同埋布拉格嘅建築物影埋一齊，畫面即刻好靚啊！有時我會用佢個 2X zoom 去影特寫嘅。行過去就係火藥塔，以前17世紀嗰陣真係用嚟擺火藥嘅，所以叫做火藥塔。講下色水，我通常部機都係 set 做標準色彩嘅啫。你可以見到，只要係好天，佢直出嘅顏色已經好討好，同幾年前嗰啲運動相機色水比，真係進步咗好多。不過都有個問題，火藥塔前邊係個迴旋處，所以要朝頭早嚟影先冇咁多車，容易影啲。朝早火藥塔其中一面係受光嘅，顏色好好睇，搞到好似好新淨咁。但另一邊背光就即刻黑晒面。動態範圍始終係受制於 sensor 大細嘅，高 Ultra sensor 唔算細，但都唔叫大，所以影出嚟一定冇相機影出嚟咁靚噶啦。不過呢一邊黑晒面又背光，更加顯得佢嗰種歷史痕跡。上天文鐘個頂睇風景，由火藥塔行過去廣場揾天文鐘其實好近。布拉格係一個好容易行嘅城市。嚟到天文鐘當然要夾啱時間睇佢個報時啦，每一個鐘頭都會有一次。睇完下面，建議大家一定要買飛上塔頂，張飛大約係100零蚊港紙啦。有個 tips， 唔使買搭電梯嗰張飛嘅，因為上塔頂係行呢種斜路，唔係樓梯，行得好舒服又唔算高。我自己就白痴咗買咗電梯飛，蝕咗啊！上到嚟瞭望台，驟眼睇其實唔算好多人，起碼比起意大利嗰啲鐘樓人少好多。呢度好高，可以望到好遠，基本上成個布拉格紅屋頂全部都望得晒。高 Ultra 雖然有 2X zoom 可以拉近少少，令畫面有啲變化，但坦白講，呢啲運動相機想睇遠啲嘅 detail，絕對唔夠你部新 iPhone zoom 得遠 zoom 得靚。如果你想影遠處建築物嘅細節，例如對面嗰個提恩教堂，攞翻部電話出嚟影實際啲啊！講開提恩教堂，佢係布拉格嘅地標之一，好多人話佢似迪士尼城堡。另外，布拉格雖然細，但住咗好多人，密密麻麻嘅屋頂好壯觀。另外，塔頂條路可以360度行一圈，但好窄。如果有其他人行過嚟，要側身讓嘅。
呢個時候高 Ultra 細細粒唔壓定就好方便。總結嚟講，布拉格天文鐘同埋廣場都好靚，一生人一定要嚟一次。如果呢啲實測片幫到你，訂閱 Super Thanks 或者用我個連結去買嘢都可以支持我。多謝，我哋繼續行哈維爾市集，睇完風景係時候去 shopping。由天文鐘行幾分鐘就去到哈維爾市集。呢個市集好有歷史，日日都開，朝頭早到傍晚都有啊。再次出動磁石吊墜，當你要揀紀念品嘅時候，將相機固定喺心口，解放雙手，第一身展示俾觀眾睇自己 shopping 緊啲乜，有啲乜嘢買，成個過程好順暢。除咗露天市集，兩旁都有好多商店可以行嘅。最後行到肚餓，去舊城區試下呢個出名嘅 Golden Egg 雞蛋漢堡。呢個時候我就用高 Ultra 嘅帽夾喺帽上面記錄呢一餐，就係咁，我哋嘅布拉格3日2夜嘅行程就總括喺呢個漢堡包之中啦。高 Ultra 旅拍實測總結，總括嚟講，我覺得對比起 X 系列嗰啲360相機，高系列特別係呢部 Ultra 更加適合作為主力嘅旅行記錄工具。點解？我有3個原因。第一，細部，又唔需要一定用自拍棍，拎出嚟影冇咁吸引到其他人望住你，低調好多。第二，同做運動唔同，旅行其實固定視覺已經好足夠，慳翻好多之後要翻去 reframe 剪片嘅煩惱同埋嘅時間。第三就係佢啲配件，無論係磁力吊墜定係帽夾，佢幫你輕易影到臨場感十足嘅第一身視覺。全景相機雖然好玩，亦都做到呢種效果，但係要固定起上嚟煩好多。想睇翻布拉格第一集可以撳呢度。我係阿 Nick，下次見，拜拜。